大力点你不懂啊？哦。干什么呢？你都来了，没事。鸟人，你要是不高兴，我可以帮你把它刨出来。你为什么叫我鸟人？我姓鸟啊。哎呀，英雄哥哥，天底下哪有人姓鸟啊？对呀，没人姓鸟。你叫我英雄哥哥，那我姓英。哎呀，都不是，你姓叶，名字叫叶红影。叶红影，我叫叶红影。对啊，难道你对过去的事一点都不记得了？哎，那你看看这个。神机营。哟，这都行啊，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字儿还能认识，真是傻的都比我强，比我厉害。哎，英雄哥哥，你以前啊就是神机营的杀手啊，你再仔细想想吧。你要我想什么？随便你想什么，你爱想什么就想什么，就想你以前发生过的事情，你以前的朋友。对了，英雄哥哥，你还记得我姐姐吗？冬晴姐姐，杨冬晴。冬晴，杨冬晴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啊，你想起来了？你想起什么了？我想吃冰糖葫芦。就知道吃啊你！我有印象曾经吃过，可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吃的。虽然没想起什么重要的事，不过也算是个开始吧。英雄哥哥，你再仔细想想。我呀，这就找人去给你买糖葫芦。好。马尚飞，照顾好英雄哥哥哦。去你的吧！给我也买一串啊，少爷。哎，哎呀，干什么啊？离那么近。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叫我鸟人啊？啊，你问这个啊？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。因为以前我们曾经很熟，相当熟，特别熟。我们是朋友啊？切，你不够格做。既然不是朋友，那是什么？你以前通常这么称呼我，叫我老大。啊，我一般叫你小弟。你老大，我小弟。距离啊。哦，哎呀，以前的日子多美！我一吃饭的时候，你给我添酒加菜；添酒加菜。我洗澡的时候，你给我搓背揉泥。恶心嘛！我倒觉得还可以。这些你都忘了？太遗憾。但是你记住啊，以后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凡事都要听我的。不叫你往东，你就不能往西；不叫你撵狗，你就不能追鸡。不能追鸡。距离，跟老大一定要保持一种距离。哦，而且要仰视老大。仰视。哎呀，舒服了。哎呀，有点不得劲儿，帮我揉揉。哦，房间在那边。我住那边吗？抓，揉，敲，快来试试。哎呀！你多掐一点啊！你掐那么点，谁受得了啊？坐下。你这款是我见过最笨的一款。哎呀，比我还笨，看见没有？抓大把，这就不同了吧？抓大把。哎，舒服吧？敲，可以吧？舒服。这叫摁。最舒服是得拍啊，就是节奏和力度。听哇，好舒服啊！进来。舒服上来，我舒服，你舒服上来。来，好好享受一下。哎，就是不一样嘛。哎呀，我要吃力，大力点啊！节奏，力度，大力点。
大力点，你不懂啊？哦，舒服吗，老大？力道还真不错。你怎么离我这么远呢？你的舒服日子该结束了。啊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我不找你，找他。姑娘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，惹你了？你没惹我，我也对你做到仁至义尽了。以后，别说我不顾往日的兄妹之情。这个银票你带着，赶紧离开。从此以后，你与折剑山庄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从此以后没有关系。那以前我跟折剑山庄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不管你是真糊涂还是假装糊涂，总之你立刻给我走。你不让我留下，我可以走，可是我不知道往哪里走，往哪里去啊？对呀，张姑娘，你把他轰走，他去哪儿啊？啊，好歹他是你爹的大徒弟吧？这么大的事儿得等你爹回来，让他们俩在一块儿聊聊天儿、叙叙旧、按按摩。哎，他手法不错。闭嘴，胖子！在折剑山庄，我做什么事还用不着你这个外人教。大师兄，别怪灵儿。为了折剑山庄，你必须走。慢着，师傅没有回来之前，谁也没有资格撵大师兄走。二师兄，你……灵儿，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过分的人是你。之前已经答应过我了，大师兄的伤一好，马上让他离开。可是你看，大师兄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现在让他出去，不是等于让他去送死吗？我没有想到，你居然这么狠毒。为了他，你竟然说我狠毒！我说错你了吗？就算师傅在，他也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。好了，你们不要为我伤和气了。如果这位姑娘不让我留下，我走就是了。哎，你说的轻巧，怎么走啊？往哪儿走啊？你告诉我往哪儿走，我就往哪儿走啊。大师兄，你只管留下，在师傅没有回来之前，我不会答应你走出山庄半步的。二师兄，你这分明是在针对我。我没有针对任何人，我只是不想大师兄刚出虎口，又把他送入狼窝。江瑶北，你别忘了，师傅他老人家临出门的时候交代过，他不在山庄的时候，所有的事情由我做主。如果有谁再敢提出让大师兄离开的事，别怪我请出家法，包括你。你敢？你可以试试看，看我敢不敢。走着瞧，总有一天你会为今天的决定后悔的。拿好啊！哎，冰糖葫芦啊！哎，冰糖葫芦啊！给我3只冰糖葫芦。好好好。哎，赵捕头，哎呦，是这战姑娘和2位少侠，来吃糖葫芦，我请客，我请客啊！赵捕头怎么当起买卖人了？我这那是改行，我是被衙门革职了，哎，没了俸禄，我得养家糊口不是？所以啊，我就做了小买卖，生活所迫。你被革职了？你在衙门做得好好的，怎么会被革职呢？哎，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我上次您不是给我报了个信儿，让我去捉拿朝廷钦犯，结果朝廷钦犯没抓着，遇见鬼了，我还跟他们英勇搏斗，让他们给打晕了。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啊？那你们上头也太不讲情面了。你放心，等我爹回来，我让我爹去给你们求求情。我爹跟你们上头有交情，一定没问题的。您还不知道呢，变天了。朝廷派了一个公公，钦差大臣，以后衙门里的事儿就他管了，还带了好多的锦衣卫。这是什么世道啊？
区区一个太监，居然变成了钦差大人。这个太监来头肯定不简单，有那么多锦衣卫跟着，八成是东厂派的。东厂不是专门为皇帝做事的吗？怎么会突然跑到我们这个小县城来啊？官府现在正在通缉大师兄，不会是因为这件事情吧？这本《道德经》教我们做人的道理。刚才我把前面21章都给你念了一遍，一会儿呢，我念一句，你跟着念一句。如果你念得不好，那你就输了。可是你刚才念的好像我都会啊。你以前背过呀？好像背过。哎呀，你肯定没背过，你才刚听我念了一遍，背不出来的。是真的，如果你不信，我背一遍给你听。《道德经》第1章：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停！为什么停？是我背的不好吗？你背得太好了，好的都不像话了。你才听我念了一遍，怎么就能背出来了？老师说我背得好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吃苹果了？哎，不行，你作弊！作弊？作弊是什么？怎么可能呢？你才听我念了一遍就会了，你以前肯定背过《道德经》。我没有啊。我不信，我要考考你。《道德经》第5章是什么？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。第17章。太上下之有。第56章。知者不言，言第言者77章。天之道，由其章。《道德经》最后2句是什么？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，对吗，老师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你干嘛？气死我了！老师，你别生气啊！是不是我背的不好，惹你生气了？要不这苹果我不吃了。你吃吧。小飞，跟他生什么气？他是个傻子，是个白痴，不用较劲。他太厉害了！这本《道德经》，我爷爷教了我1年，我连一半都没背出来，他一下就背出来了。我不管！天哪，我是看不得你生气，你被别人欺负，我给你报仇怎么样？你怎么报仇啊？两人站起来。老大，有什么吩咐？跟我出去一趟，我教你功夫。